好，那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的问候之后呢，那等我们帮民众办好事情，我们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他的礼貌与关心。那当我们讲办好了，在这个3个字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加上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有4个例子可以让您加在办好了之后。第一个，啷了了，啷了了。这个在我们客家语的通用的解释呢，是再见的意思。那实际上呢，它可以说欢迎您再过来玩。好，所以我们啷了了就表示再见。好，听一个孙行，孙行，这个孙行呢，代表的是慢走，您慢慢的走。好，第3个呢，危生意哦，危生意哦。好，这华语是要小心哦。第4个呢，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这个句话的意思呢是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那在学了这4个词汇之后呢，那我们来学一个完整的送客的句子。好，第一个，盼好嘞，人来了，盼好嘞，人来了。好，第2个句子呢，盼好嘞。孙行，盼好嘞，孙行。第3个句子，盼好嘞，爱生意哦，盼好嘞，爱生意哦。好，这时候可能是什么？例如说长辈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第4个呢，盼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，盼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这个也是哦。也许你看长辈准备要骑车回家了，你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好，以上如果你学会了今天的句子，在办公时呢，你可以对民众讲这些简单的基本的客语的问候以及送客的句子。我想那些客家人就会觉得，归表，好不好？你很棒的意思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继续可以试着听听看，多学习。